人家講人心難測，水難量，還有理解人心了害大盡量意思乜嘅呢？人嘅心中度律嘅所有，實家安難知、安難測、安難看唔穿，但係我嘅聖經講，在呢個前面25節咁樣講，每一人心中度理的律嘅事，度了水安心。但係聰明智慧嘅人，能知佢嘅心中度，因為佢心中度的所有，咪顯出佢嘅行動呢啲。所以要聰明智慧嘅人，要看得出人嘅心情人品生道，佢嘅行動人品生道，佢嘅心術人品行道，一定要聰明智慧嘅人。但係呢，因為到我嘅經書，在呢400來書4:13咁樣講到，在世間裏啲冇有一個要抗得你，在上帝嘅面前，上帝看穿籠中顯他明明白白嘅看穿，籠中打開手，在上帝嘅目珠裏啲，嗱，因為到上帝地天下所有世間裏嘅，嗱，人班人之間人有啲人嘅心行嘅事呢，之間係要跟上帝嚟親密，親近上帝，上帝每個聰明智慧，之間變咗聰明智慧，有啲每一人嘅心中你嘅心術，一個行同人班人，一個心情人班人，嗱，這樣人之間有啲得人嘅心情，心中度行道人班人，親近上帝，之間得到一個聰明智慧，阿門。